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美國內外交困，特朗普能否突圍？仲有咧，越亂越好。特朗普喺政治同埋經濟嗰方面搞到全球都亂。咁所以黃金好快就升至5000蚊美金一盎司啦。今日星期一就係5080，個 VIX 升翻少少16.09，銀咧仲犀利，今年嚟講。107，油價亦都升，油價升到6日1.57啦。咁大家睇到咧，油股亦都係上升啦。美國嘅政經嘅情況影響到全球係點樣呢？第一，特朗普咧整咗個和平理事會，條件咧就好搞笑，我費事再講啦。總之佢就做永遠主席，邀請啲國家加入。咁咧目的咧就代替聯合國呢方面，亦都可能亂啦，唔知係點樣啦。另外美國咧就暗地裏亦都派軍隊去伊朗啦。咁伊朗而家內外交困嘅時候，佢喺隔離睇住虎視眈眈。第一就係心理戰，第二隨時有咩事就去。咁希望咧喺嗰方面咧，亦搣除咗中國嘅腳，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石油咧，除咗委內瑞拉咧，伊朗係都佔幾重嘅，同埋以物易物，即是話其實唔經美元交收嘅，所以特朗普更加想搣咗佢呢個腳。格陵蘭嗰方面都影響到成個歐洲咧就反彈。歐盟咧就曾經話，如果咁樣做就唔同意啦，同埋合力對付呢樣嘢啦。特朗普咧就已經講啦，歐盟如果邊個國家支持格陵蘭嘅石油咧，我哋就加佢幾多稅，但係結果咧，好似咧特朗普就縮翻啲喎。點解咧？丹麥、瑞典跟住有好多國家，佢有好多外匯儲備嘅，買咩咧？買美國債、美元，佢哋咧就話想沽晒佢哋嗰啲。咁呢方面特朗普就驚啦，所以特朗普話：如果呢啲國家歐盟沽咗佢哋呢啲債券或者美元嘅嘢咧，當然咧就話要加佢稅。所以佢其實個底子咧越嚟越空嘅，咁做越亂越好又點樣咧？對美元係好啦。所以美元個 DXY 咧反而升啦，由99升到98，而家咧再升到97。越亂咧，啲人咧就買美金、美債，但係而家啲人唔信方面啦，主要信黃金。所以而家其實美元咧佔世界貨幣嗰個佔有率得60%嘅啫。咁所以大家睇到呢個情況。咁特朗普咧就係上任咗1年啦，德國嘅企業咧對美國嘅投資已經減少咗45%，所以除咗買佢債券啊、買美國債券或者美元嘅嘢，另外 FDI 咧亦都減少。除咗美國係逼亞洲其他國家或者歐美嘅國家咧要做直接投資去美國。因為佢嗰個產業鏈需要咧，美國係需要好多國家嘅專業同埋投資嘅資金，咁所以呢啲咧就睇到特朗普好唔掂嘅，但係喺佢好唔掂裏邊咧，佢盡量攞到最多嘅嘢。咁美國內部嘅問題內憂外患啦，已經唔係撕裂啦，而係咧去到失咗個秩序啦，不再咧就左右派民主黨同共和黨佢哋兩個就互相爭啦。第二樣嘢就係明尼蘇達州呢個示威一路升級，籃球比賽都要推遲，亦都死咗人，所以呢個咧就更加緊張啦。內部嚟講，好多社會事件咧亦都發生，好多民主黨管嘅州或者市咧最憎就係國民警衛軍同埋反移民嗰方面，咁兩個就好相對嘅。如果持續下去，特朗普如果中期選舉過唔到嘅話咧，第一佢係跛腳鴨，佢行唔到佢嘅政策，幫唔到美國咧去搲多啲錢。咁第二樣嘢，政府咧冇錢去營運嘅時候，個國會撕裂咗，究竟會係點咧？我就都唔敢睇啦。特朗普咧點樣突圍咧？佢唔係修補裂痕，而係轉移視線。對內就利用呢個衝突鞏固基礎，等啲人係對外希望攞到中期選舉。對外咧，佢又要製造好多大嘅議題，包括又話做軍事啊，更加好嘅太空戰啊，仲有成立和平委員，令到好多國家覺得好亂，希望就博懵美金可以強返，唔會繼續跌落去，美債仍然需要，所以呢啲長期嘅問題同短期嘅現象佢都唔理㗎啦。咁外交嘅層面咧，盟友咧就已經係開始用腳投資啦。歐洲面對呢個生存嘅問題，歐洲其實街上嚟好大，可以同美國同埋中國。但係事實上，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好細嘅啫，最大德國同中國同美國係冇得揮嘅。咁所以點解歐洲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但係佢哋要團結，如果唔團結，歐洲基本上就冇能力去對中國同美國嘅。所以我哋睇歐洲其中一個國家咧會同中國合作。特朗普做咗呢樣嘢，佢嘅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同埋好多嘅地方嘅元首啊，甚至德國嘅總理咧，都嚟中國希望合作平衡翻呢樣嘢，咁仲有咧就減持美債、美股同埋美元咧。大家睇黃金就已經知道啦。如果呢個特朗普處理得唔好，我估歐洲股票嘅投資 FDI 同埋買債券嗰啲基金，譬如話主權基金咧，
都可能沽嘅。咁如果沽嘅時候會點樣呢？咁我諗特朗普能唔能夠抵受話加100%稅呢？而家呢，加拿大佢亦都話，如果同中國協議繼續執行落去呢，咁佢就會加佢100%稅。呢個情況係威嚇，實際上跟住點呢？資金呢就必須趨勢嘅確立，所以黃金呢升完，雖然而家5000蚊就好快到咗，但係如果特朗普繼續加大呢方面嘅嘢，繼續咁亂嘅時候，亂勢買黃金，除非你黃金升到佔你個資產嘅比例好大，可能你要 trim down 一啲，等調整再加碼。所以黃金最大嘅優勢係唔屬於任何嘅政府，咁所以大家睇到呢，好多歐洲嘅黃金儲備喺美國呢都想紛紛調翻嚟嘅。風險嘅制度同埋政策呢係唔確定，咁我哋覺得未來呢唔確定性，咁但係唔確定性呢，其實我哋2025年已經係唔確定性㗎啦。咁所以今次嚟講，投資啊同埋回報都唔係太差喎。有波動嘅時候，個地下已經有地氈，個個有心理嘅預算啦。關稅嗰度已經係咁啦。咁今次亦冇乜大不了。咁所以美元仲要全球嘅貨幣，但係咧已經開始淪為咧就美國不斷嘅赤字咧。利用美元同埋美債，佢其實佔世界嘅人口只有4% 左右啫，但係佢用嘅錢咧係佔全球60%，呢個比例係好唔得，所以咧呢個一定要平衡。咁未來一個投資核心唔係博取升幅，而係咧我哋要分散風險，靈活做投資，保護購買力，保護我哋嘅選擇權。中港股市嘅投資策略係點樣呢？而家咧美國2個交易所咧都行緊7/24或者7/23嘅交易時段多咗，當然就賺錢多咗啦。咁究竟香港嘅交易所會唔會做呢？幾時做呢？呢個就係同我哋嘅競爭力好重要。咁所以呢個金融科技係刻不容緩嘅，已經有牌照有其他嘢呢，就要快啲做。如果唔係，我哋落後其他。我哋而家享受嘅條件個成交好大，同埋而家呢，我哋上市個質素呢開始差，而且呢，希望多啲真係國際嘅公司、海外嘅公司嚟香港上市，我哋先係一個國際金融商，淨係 A 股上係唔得嘅。如果做到嘅話呢，我諗我哋金融嗰方面所有嘅機構同埋相關嘅公司嘅賺錢嘅能力咧係相當之強嘅。第二咧，我哋要根據中國嘅政策啦。咁中國嘅政策嘅尋寶咧，就第一佢哋會對 A 股繼續支持啦。咁但係升得多，而家已經去到4000幾點，大家睇到啦。咁投資嘅黑馬咧就係內房股啦，因為舊年年底內地嘅二手樓市咧開始係交易上升，同埋價就好翻啲。主要就係受惠 A 股個股票市場升得唔錯嘅。咁所以國內嘅內房股咧跌到底咧，有機會係值博率係會好翻。而唔係呢個咧就係國策嚟嘅，因為國策支持到個內房唔再跌嘅話咧，個價格唔會跌，內需先會擴大，亦都令到個 GDP 內循環咧佔嘅比例係提升翻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下呢個係黑馬嚟嘅。至於其他咧就係旅遊股、航空啊、酒店，我覺得呢個消費咧，因為嚟緊農曆新年啦，咁我估喺地產唔好再跌啦，有啲二手嘅主要嘅大嘅城市咧又再升翻，咁同埋個股市又唔錯咧，啲人消費應該今次就好，咁所以我哋應該買啲航空股啦、旅遊股啦，同埋酒店或者相關嘅股票，同埋大家都要知道點解航空股好咧？人民幣升。人民幣升咧，對於航空咧就係借外匯，我哋要買外匯，其他個方面減少啦，過嚟就係咁。仲有咧擴大內需，就係對零售嘅股票或者其他會好啦。有啲公司收購咗，譬如話 duty free 嘅 job 啊，嗰啲公司啊，亞洲嗰啲將佢咧就出海啦。因為喺中國有 scale，同埋佢哋去出海嘅時候內卷嘅情況係減少咗，咁所以呢啲我哋亦都要投資。咁跟住就 AI 啦。AI 咧，中國 AI 嘅公司嘅股票咧已經超過6000間，好多都有啦。抖音啊，就嚟會上市啦，佢都會做緊個叫火山引擎，亦都有個豆品啦，都挑戰阿里同埋騰訊同埋華為咁呢個龐大嘅市場。咁大家睇到咧，越嚟越多有關 AI 咁 AI 雲嘅服務咧，亦都增加好多。所以我哋覺得無論係 AI agent 最重要咧，就係每一個行業有 AI agent 咧，幫助我哋增加盈利、增加效率，對股票市場係立竿見影嘅。咁當然同 AGI 都係個發展大模型嗰方面，中國都開始一路發展得唔錯㗎。最近日本咧個利息咧就升得好犀利，啲債息，譬如話40年嘅債息上到4.2%，喺日本嚟講咧不嬲咧就零利息或者好低嘅利息。咁要升咗嘅時候，對日本企業或者日本政府個負擔係相當之大。咁大家要留意，同時咧美國咧亦都放寬一個2008年之後嘅政策，就係咧。
銀行唔可以做高息槓桿借貸嘅證券嘅。下次再同大家分析呢個情況咧，就會影響大家可能有金融海嘯或者個泡沫再出現嘅問題，大家要留意啦。好，時間差唔多啦，我自己係東企一證監嘅持牌人士，冇持有上述講嘅股票，但係我哋基金同埋投資組合持有阿里、港交所同埋騰訊。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請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 按呢個鐘仔。拜拜，多謝晒。